大家好，欢迎倒来收看啊。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课，即马是咱的第4课，所以咱即马要来看台语的声调。啊，台语的调有影是小可较复杂，但是咱要尽量甲简单化吼，解说互大家听较有。啊，咱伫第1课内底有讲到一个上基本、上基础的概念，就是台语有3个调坎吼，3个调坎，啊，就差不多是咱的即个哆、瑞、咪安尼意思吼。所以咱若记一寡例吼，像这公车啊，我就免一直讲吼，机旺讲吼，这你家己去判断对一个是声母，对一个是韵母吼。若抑阁无清楚吼，你爱先转去看第2课甲第3课吼，因为伫遐内底声母甲韵母吼，拢有讲到足清楚吼。所以这公车、市、夜车啊，这咱听到公车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吼，公小可较低，啊车小可较悬，对无？公车，但是咱可能毋知影讲，是哆瑞，还是瑞咪，甚至敢是哆咪吼安尼。所以即款的比例到底是要安怎判断？那上好是咱若有3个音节吼，3个音节，咱就知影讲对一个是上低，对一个是中央的，啊对一个是上悬吼，安尼较简单。所以咱若有3个音节，像这，啊，就变做啥？坐公车吼，坐公车，安尼咱就知影讲，即个坐是哆吼，啊公是中的瑞，啊车如果是上悬的吼咪，坐公车哆瑞咪吼，拄好，拄啊好。咱阁有另外一个例，譬如讲这，好来。这要安怎读？同款是哆瑞咪哦。食也食吼，这是食饭吼。第1课嘛有看到即字吼，食滴卡，食滴卡嘛拄啊好是哆瑞咪安尼啊，哆瑞咪食滴卡坐公车吼，这拢是哆瑞咪的款。吼，当然台语有当时嘛有无共的顺序吼，所以这拢哆瑞咪啊嘛有可能是譬如讲瑞哆咪吼，瑞哆咪是安怎？瑞哆咪，安尼就变做譬如讲乌白金吼，乌白金啊，两个去乌白金吼，到尾啊，若无细字吼，可能嘛是共款，瑞哆咪，伊有心吼，伊有心，乌白金，伊有心吼，这就瑞哆咪，所以哆瑞咪有吼，瑞哆咪嘛有吼，啊，其实拢有啦吼，看你要安怎，看你要试看觅对一个吼，譬如讲咱若有哆瑞咪咪瑞哆好啊吼，咪瑞哆嘛有，咪瑞哆。啊，咪瑞哆有啥呢？譬如讲，吼，我无爱，吼，我无爱，这就咪瑞哆，我无爱。啊，咱若斟酌听吼，即个爱可能无遐平啦吼，哆足平，但是爱可能无遐平，但是迄个调坎嘛共款是加的调坎吼。咪瑞哆，我无爱，安尼吼。咪瑞哆，我无爱，我无爱啥？我无爱买花菜，吼，买花菜，所以这共款是咪瑞哆吼，买花菜，吼，所以有哆瑞咪，啊有瑞哆咪，啊个有像瑞咪哆吼，瑞咪哆嘛有吼，瑞咪哆吼，瑞咪哆就啥？瑞咪哆有来吹冷气吼，
瑞咪哆吹冷气，吼，吹冷气，就是讲有一句话，有一个俗语讲，听无喙，吼，听无喙，这嘛是瑞咪哆吹冷气，吹冷气，听无喙。所以咱有哆瑞咪，啊，佮有瑞咪哆，啊，佮有即个啥物咪瑞哆吼，拢有吼。啥物顺序照讲是拢有啦，吼，拢找着。啊，遮个例句内底，吼，咱会发现遮个调拢足平啦，吼，像这坐公车吼，足平调。食猪骹吼，乌白金，都是足平吼，伊袂起嘛袂落吼，足平。除去即个爱菜即款的以外吼，即个小可感觉小可会降落安尼，但是小可尔吼，我无爱吼，毋是讲我无爱吼，无遐平，但是降落来小可尔吼，所以这其实拢好做咱的平调吼，平调，平调。啊，咱台语毋但有平调尔吼，台语佫有，譬如讲一个叫做起调，起调。啊，起调又佫是啥呢？就是共款三个调坎吼，哆来咪，但是即届吼，咱袂为即个调坎开始，啊，佫爱安尼升起哩吼。所以譬如讲，咱为即个哆开始，啊，佫起哩安尼。啊，咱有一寡例词，譬如讲，吼，拄仔讲平调迄个平平 b a 平吼，这就是为哆开始，啊佫起哩安尼吼，哆平平，还是讲一个较低，一个较悬吼，悬嘛是为即个哆开始，哆悬，啊佫起哩安尼，啊佫有像这吼，你有我无吼，嘛共款是为即个哆开始，哆啊佫起哩，哆平悬无吼，这是叫做起调。啊，这是咱为哆开始的起调。啊，咱有当时啊嘛会使为即个像re 开始吼，都是较中的啊，所以规个音就变做较悬小块吼，较悬小块，像这吼，这叫做啥？支昂张吼，啊佫为 re 开始，哆 re 啊佫起哩吼 re 啊，就变做张吼平张无共去，这小可较悬吼，平张无共音对无？还是讲即个这什么音？吼，你爱来啊嘛共款为 re 开始啊佫起哩吼，来，咱来食饭吼，来食饭，张吼来平悬无吼，所以为哆开始，为 re 开始吼，小可无共吼，这小可较悬。啊，咱敢会使为即个咪开始啊佫起哩安尼，敢会使？安尼袂使吼，袂使，因为咪是咱台语上悬的音吼，上悬的音，所以毋通佫起哩吼，就是敢若为哆起哩，为 re 起哩会用哩吼，啊为咪起哩啊佫袂使吼。好，所以这是起调，举几啊例啦吼，像这，好这摕调吼，像这来。吼，这要安怎念？这是哆，这是哆开始，啊佫起调，所以即两个要安怎念？这是咱的拼音吼。你若看到这吼，这就是顶摆咱看到迄个输赢的赢吼，加一个机吼，机赢行。所以这就
都吼都顺行顺行吼，所以这是加调吼，这是加起调吼，顺行。啊，咱若有像这，吼，这是一般的腔口是拢是 re 为主吼，有的人的腔口是哆吼，这无要紧吼，我的腔口就是 re 吼 re， 啊，这共款是为哆开始，啊个起哩吼，所以这两个要安怎念？无哆 re 就是这个 re 吼 re 无钱吼无钱吼，所以这顺行无钱吼，咱会听到这个顺甲这个无吼无共吼，顺无啊，这个行甲这个钱共款吼，共款的调，顺行无钱。啊，若看一个这个中吼中的起调咧，譬如讲譬如讲这吼，即句话拄好会使比较即个中起调甲下起调吼，所以这是re 吼，啊这是 re 啊个起哩，啊这是哆啊个起哩，所以这要安怎念？哆 re 伊吼伊还吼，这是啊起哩吼，伊还啊这哆。钱吼，共款吼，无钱对无？无钱，伊还钱吼，伊还钱吼，伊还钱。吼，所以这是即个中起调甲下起调的前差吼，还钱安尼。吼，所以这是咱的起调。啊，台语阁有一款是叫做落调吼，落调。落调，啊，台语的落调嘛是共款，就是电倒变啦吼，所以咱为较悬的开始，啊个降落来安尼吼，所以这咪哆瑞咪啊为咪开始啊个降落来，啊，譬如讲上简单的就安尼吼，这叫做啥？hi 呵哆瑞咪呵呵吼呵安尼。好吼，真好的好，还是讲安尼吼，食饱的饱吼，拢是为即个咪开始，啊个降落安尼，好饱吼，啊有当时啊吼真罕得，但是有当时啊台语嘛有为即个 re 开始，啊个是落调，啊这无因为这较罕得啊无即个特别的。调号，所以一般的人，一般的课本内底无咧教这，但是其实咱应该爱知影有即个现象，因为咱的语感就是有影有即个现象，无毋对。所以咱若看到即个例句像这。吼，即个意思看起来小可较复杂，但是其实毋是啦吼，就是共款吼，he、o 啊，佮加一个拼音，啊，会记得咱顶摆讲着的例外吼，因为这这迄个韵尾是 he， 所以伊的点免省吼，就是一定爱写吼，he、o 啊加拼音 he、o 啊变做吼，啊讲台语的时阵，咱就爱讲。即个意思哈，安尼吼，就是即个吼是安尼吼啊吼，如果是为即个 re 开始吼，哆 re 啊，如果是落调吼 re 吼，如果是落调，所以咱若听着这吼，这是为即个re 开始落调，啊，这是较悬的吼，啊，这是。看到这个点吼，这就是轻调啊。咱是第7课内底要讲到轻调，所以即马免考虑这个点啊。即马就是咱知影这是哆吼，这是哆，所以咱是安尼吼安啦吼安啦吼，就是
为 re 开始会落调，吼安啦。好啊，拄仔嘛有看到一句话伫对，遮啦吼，听某喙，听某喙后一句是啥？听某喙后一句就是大富贵，对无？大富贵，所以这嘛是咱的落调吼，这是为咪开始啊个落调，这拢是大富贵吼，听某喙大富贵，所以这是咱的落调吼，啊，咱有平调，佮有起调，佮有落调，啊，台语佮有一款调叫做底调吼，就是音较低俗款，啊，有的人会腔口嘛有像低起调，也是低落调。啊，我的腔口吼，一般应该讲主流的台语腔口无遐尔复杂吧，咱就是一款底调尔吼，所以我毋免讲遐尔复杂吼，遐济，我就讲一款底调就好。啊，底调是啥呢？底调共款有三个调坎啦吼，拢共款三个调坎。即马吼，咱的调坎就是哆、re、咪，啊，毋过较低小可，所以咱来讲哆、re、咪，吼安尼。啊，咱记一个句点安尼好啊，哆、re、咪，吼，所以这是低音的意思吼，低调的意思，哆、re、咪。譬如讲，咱看一个安尼。哦，这是啥？基恶国，基阿加，国家吼，国家，所以这是咱共一个调坎吼，共一个调坎，这是咪，这嘛是咪，啊，毋过这是底调吼，咪，吼，国家，国家，啊，无若有像这，像这嘛拢是咪吼。啊，即届两个拢是底调，吼，像这第一啊，爱记得咱的迄个例外吼，这是一，毋是 x 啊，有诶腔口或者是讲 x， 但是我会讲一，吼，一般会讲一，滴歇，吼，滴歇，拢是即个咪，吼，较悬诶，如果是底调滴歇，有诶腔口袂安尼讲哈，有诶腔口是滴歇，吼，变做re 吼长音，啊有诶是变做滴歇吼滴歇，都是 re 吼低音，但是较低小块。啊我诶腔口就是滴歇吼滴歇，拢是咪吼即个悬音。啊你凡说有发觉着吼，即个后壁若有即个基，啊是即个虚吼是低音为主。啊你敢会记哩？顶摆吼第3课有讲着四个新诶迄个韵尾吼 ，b、d、g、h， 其实你若看到即四个韵尾吼，一般拢是低调吼，敢若一个例句尔吼，等下要讲。好，咱来看一寡无共诶例句吼，像这，吼，这就咱诶台湾吼，台湾啊，即马要写啥？吼，即马是台湾吼，这是 re 台湾国，这是底调吼，底调 re 安尼吼，所以 re 台湾国吼，台湾国啊，过来咧 d 恶毒li 入吼啊，这就毒入吼毒入，所以这较低，这较悬吼，这是咱的度吼，这个度底调的度啊，这入是咱的咪吼，迄个较悬的，啊，毋过嘛是底调吼咪，所以这是度啊，这就咪吼，安尼咱就会使念吼，台湾国吼 re 台湾国啊，过来独立
吼，所以即款底的音吼，三个调坎拢有吼，这是哆，这是瑞，这是咪吼，哆瑞咪拢有吼，甲迄个长调共款吼，哆瑞咪即三个调坎拢有。拄仔有讲到有一个例外对无？啊，例外是啥呢？就是遮即个虚吼，咱的韵尾若是虚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咱无即个低调，咱有当时啊嘛有长调。啊，拄仔嘛有，遮嘛有讲这吼，有诶人讲得休吼，像我就讲得休，啊有诶讲得休吼，得休，这嘛是长调，毋过这是腔口差吼。啊，若例外呢，就是像这。要安怎念吼？这较简单吼。爱会记哩吼，咱的后壁是一个虚的时阵，咱保持这个这个音吼，所以这是的吼的，啊，佫是低调，因为后壁是一个虚吼，所以变做的吼的。啊，这是其实是 re 吼，中的 re 的。啊，这咧这是 e 吼 e， 啊这是元音，所以这是咪 re 啊就变做 e 的吼 e 的，所以这是低调，无毋对低调。啊，毋过咱若共款写即个的吼，啊后壁放一个，比如讲即个啊吼，共款有一个虚吼，啊毋过即马变做长调，啊即马变做啥？变做咪吼，啊，这嘛是咪的落调吼，变做的啊吼，的啊，毋是的啊，毋是的啊吼，毋是的啊，安尼就真歹讲啊啦吼，的啊，变做即个长调吼，伊的啊吼，伊的啊，所以咱唯一的例外吼，就是即个韵尾是虚的时阵，有当时啊。是长调吼，但是一般拢是即个低调吼。所以咱四款调啦吼，拢有看了了。四款调就是即个叫做平调吼，平调啊，即个叫做起调吼，啊，即个叫做落调，啊，即个叫做低调吼，四款调。好，所以咱来整理一个咱拄仔看到的无共款的调啦吼，有平调，啊，有起调。啊，佫有落调，啊，佫有低调，吼，啊，咱佫有三个调坎，对无？三个调坎，哆、瑞、咪，还是咪、瑞、哆，吼。好，来记一寡例吼，啊，若是较悬的平调，就像吼花，吼一蕊花，啊，若较中的，就像。坐吼，坐来坐迄个坐吼，啊若较低吼，像爱，我无爱的爱吼，啊嘛有小可感觉会降落，小可会降落迄个感觉吼，花坐爱安尼吼，啊佫有啥？若是起调咧，啊即款的就无吼，因为这是较悬的啊。已经到即个咪，啊，就毋通搁起哩吼。啊，共款若是已经到即个哆，啊，毋管搁降落来吼，毋通搁降落来，所以这嘛无吼。吼，这若讲即个中的，啊，搁起调像长，吼。啊，若讲较低，啊，搁起调像即个无，吼，无。花坐爱吼，长无，啊，佫有啥？啊，佫欠一个较悬的落调，像咪、乌、某吼某，啊，佫欠一个较中的，啊，佫落着的，佫降落来落调，像这吼。安啦，吼，啊，佫有咱的低调吼，像食毒迄个毒吼，食毒，啊是台湾国吼，这是较中的，啊是讲较低吼，像独立的迄个独吼，
写着共款，独立，吼，啊，毋过阮是咧看即个吼，毋是即个吼，独立，即两个写着共款吼，食独吼，独立，啊，毋过即个是假音吼，即个是关音吼，无共，独、国、独吼，三个调侃。所以台语的声调差不多都是拢伫即个表格内底吼，拢看会到吼。来，花、这、爱吼，长、无、某、吼、独、国、独吼，即款的音。所以有人咧问台语有几个声调啦？有诶人讲七声八调啊，几调。照讲，你若安尼看迄个调坎啊，啥物款的调？照讲有差不多10个调吼，10个无共调。啊，当然其实嘛有较侪，因为有诶人是甲即个底调、甲起调啊夹做伙啊，搁爱区别，所以可能嘛爱看腔口哈，无一定有10个尔吼。搁煞落来，咱要看台语罗马字的调号，因为调号我一直咧使用吼，一直咧写，啊毋过还袂解说。这调号要安怎了解吼？调号一般有即6款的吼。啊，你嘛凡说嘛有发现吼，调号有当时也真奇怪，因为像这这是食独的独吼，即个调号。啊，毋过这是独立的独吼，共款一个调号。啊，毋过即个关音吼，即个是假音。所以若独讲一个调号，安尼要安怎了解？吼，其实这是台语上特别的所在啦，就是台语每一个声调吼，拢有2种音吼，吼，啊，拢有关节差。啊，即2种音吼，咱的号名啊，即款的叫做直吼，直调，咱会讲直调。啊，若即款的吼，咱会讲环调吼，环。所以即个环调甲直调到底是啥物吼？啊，其实嘛有人讲这是叫做转调甲分调，还是变调甲分调，拢会用伫啦吼。我家己较惯是讲一个环调甲直调。好，啊，咱来举例即个环调直调是啥物意思呢？咱为即个上简单一字开始吼，一字啊，即个鱼话会吼。啊，咱有看到即个调号，啊，即个调号的时阵，咱若念直调，啊，拄好这是直调，因为这高一字的时阵吼，一般拢高一字的时阵拢是直调，吼，这是一个甲算是一个定义啦吼，高一字是直调，啊，直调我会写做个安尼吼，较会记哩，这是直调，吼，所以直调看到即款调号的时阵，咱就爱讲即个。较悬的，搁降落来音吼，所以是会吼，即个音就会，电会的迄个会吼，电会的迄个会。啊，咱若有安尼，吼，所以高一音的时阵直调，啊，若2个音咧要安怎区别吼，要安怎算？其实这是嘛是介简单，就是上尾一音吼，夹，因为即2音吼，即2音是火车啦吼，啊，即2音是夹做伙啦，就是有一个意思吼，是共一个意思，还是共一句话吼，所以咱即2个音是夹做，小可有夹做伙一个感觉吼，啊，变做火车，啊，若即款的吼，即款的。就算讲是2个音、3个音、4个音吼，拢是上尾一音吼，上尾一个音节开始，即个直调吼，开始直调。啊，剩呢，像这是环调吼，所以安尼火吼，安尼火车火甲火车，所以咱看到即个调号的时阵吼，咱就爱先去想看觅，这是。直调，敢是高一字吼，高一音，还是敢是上尾一个音节吼，还是环调，就是剩的吼。阿伯应该是讲阿伯讲煞啦，啊你阿伯讲煞，你就要继续吼，你就安尼环过去吼，
你就安尼翻过去，啊，到尾啊，你就徛直吼，翻过去甲徛直，安尼讲好啊。好，所以佮继续若有即个像安尼，像安尼吼，啊，这就歹势，佮有一个调好吼，这就止暗吼，止暗站，止暗站，所以咱共款吼，咱就知影上尾一音是直调吼，啊，过来头前的拢是翻调，这就翻，这就翻吼，所以这火吼，这火车啊，这共款火对无火，啊，这车咧，车敢有变？有啦吼，火车站吼较低啦吼，拄好即个车甲即个站，吼，所以是讲即个调会翻调，甲即个调会直调是共音对无？共一调吼，所以翻调甲直调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咱若要斟酌讲吼，就是有几啦规则吼，可能有40个啊50个无共规则，但是简单讲吼，就是爱靠家己的语感，吼，爱靠家己的语感。啊，一般就是上尾一个音节吼是直调，啊头前的音节是翻调，吼，就是即个差别。啊，迄个调号是共款，吼。所以咱遮有整理好两个标价，即马咱袂看遮两个标价吼，啊两个标价内底拢共款，就是遮是平调、起调、落调甲低调吼，平起落甲低，吼啊即边是咱的哆来咪吼，所以这是较低中啊悬吼，哆来咪安尼，啊即边是直调，所以这是咱上尾一个音节还是固一音的时阵吼会直调，啊这是头前吼剩的所有的翻调，看你遮，吼头起先咱爱会记哩吼，咱无即款调吼，即款无，因为你无可能为悬调啊搁起哩吼，这就无可能，啊这低调啊搁降落来，这嘛无可能吼，所以即两个是无。搁有一项爱注意吼，即个低调吼，低调上尾一字吼，还是讲伊的韵尾嘛一定是 B D G 吼，啊这边是 B D G H 吼，啊是安那这边有 H 啊这边无，吼你爱会记哩，我有讲即个韵尾 H 吼，有当时是低调，有当时毋是，所以咱即马知影吼，直调的时阵就是低调吼，啊翻调的时阵都毋是低调吼，是一般的长调吼，咱就爱知影伊是平起还是落安尼吼。好，所以咱来看遮个火车站吼，拄有看到遮遮个车吼，车是直调，因为伊是上尾一音吼，车啊伊嘛无调号对无？无调号，伊的音是啥？哆来咪，伊的音是车吼，哆来咪车咪车，就是咪对无？咪，所以咱若无调号的时阵吼，直调，你看。直调，遮无调号，吼是咪，就是安尼，吼无调号，吼直调，就是咪，吼平调啦，安尼吼，所以这念做啊，吼啊，咱若共款无调号，吼做翻调的时阵，因为另外这边就是咱的翻调，对无？翻调。火车站，这就是 re 对无？哆来车站 re 吼，车变做 re， 所以咱的无调符的都是伫遮。所以遮的标价虽然看起来介复杂的啦，介复杂，但是其实是介简单。你着爱知影吼，你看到即个字的时阵，你爱判断这是翻调还是直调。吼，上尾一个音节，也是名词上尾一个音节，也是古一字，拢是直调，吼，剩的拢是翻调，所以这介好区别吼，翻调甲直调。啊，你知影是翻调还是直调的时阵，你嘛爱看伊的调号，吼，这调号，啊，这无调号，无调号嘛算是一款调号啦，吼。
啊，遮嘛有调号，吼，看遮的调号，啊，你著爱去即个表格，吼，甲看，是哆来咪倒一款，吼，啊是平起调，还是落调倒一款，还是底调，啊，若底调，你著后壁看着即个 BD 机器，吼，所以咱即两个表格虽然看起来介复杂，其实是介简单，咱著是爱即使时间去使用，吼，去惯习使用，所以遮个表格我先来写吼，免加讲，一直讲每一个格仔要安怎写吼，我著先写啊，过来记一寡例吼，互大家知影要安怎使用。所以咱遮有好，所以咱表格大概就是安尼。啊，咱看着一句话的时阵，咱会使参考遮个表格吼，了解每一个调号要安怎发音吼。啊，咱嘛爱靠家己的语感，知影讲倒一字是缓调，倒一字是直调吼。来举一个例，像头拄仔嘛有讲着即个俗语啦吼，叫做听无喙吼，大富贵，听无喙。听无喙，大富贵，吼，听无喙，大富贵。所以即摆咱知影吼，这是缓调，直调，吼，这是缓调，直调，吼。所以咱看即两音会调的时阵，咱就爱看即边吼，直调即边。啊，咱看即四个音的时阵，咱爱看即边吼，缓调即边，吼，才会知影伊的音到底要安怎讲，吼。所以咱为遮开始吼，听啊，遮是无调号，啊无调号的缓调伫遮吼，就是咱的 re 听，对无？听啊，这是缓调，即个调号。吼，啊伫遮吼，啊伫遮就是咱的咪吼，哆来咪嘛是平调，无吼听无，啊过来即个调号即嘛是直调，吼伫倒位伫遮吼，啊这是咱的哆吼喙，听无喙吼，听无喙，re mi do re mi do 安尼吼，听无喙，啊过来咧。即个调号就是缓调的时阵伫遮，吼，所以这嘛是咱的哆吼，假音假调，大啊过来，即个调号缓调的时阵伫遮，吼，所以这是落调，吼，悬落调，啊就变做富大富，啊过来共即个调号。吼，讲即个调号，啊，毋过即马是直调，啊，伫对，伫遮，吼，就是咱的即个假调，吼，贵，所以变做大富贵，听无喙，大富贵，吼，所以即两个表格吼，差不多就是安尼咧看，吼，是小可复杂。无毋对吼，我嘛有讲着，我为第一课都咧讲，即个声调是上复杂、上困难的所在。啊，毋过就是安尼尔吼，无搁较复杂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啊，声调当然像迄个韵母嘛有几啊例外吼，啊迄个声调嘛有几啊例外，啊，咱着等到迄个第7课来看吼，因为大部分拢是照安尼规则吼，所以无啥物大差别。好，上尾就是爱讲互大家知影，每一款调号吼，佮有即个号码吼，即个号码啊，大家应该嘛捌听人讲哦，这第一调、第几调、第2调、第3调安怎样。这其实是讲即个调号吼，即个调号，所以咱的调号是安尼啦。无调号嘛是一款调号哦，爱会记哩哦。啊，佮有即款，吼，啊，佮有即款，佮有即款，吼，就是 B、D、G、H 拢共款的吼。
啊，佫有一款，佫有即款，啊嘛有 B、D、E、H， 啊上尾就是即款，吼，所以咱的调号就是伫遮，吼，吼，啊咱的号码，咱的迄个声调的号码，就是照安尼来算数吼，所以这是第一调、第二调、第三调、第四调、第五调，啊，台语无第六调吼，这第七调、第八调、第八调，歹势，啊，这第九调，吼，所以咱台语的调就是安尼咧号即个名吼，第几调，就是讲即个调号吼，啊是无调号嘛是第一调吼，调号安尼，啊，这嘛是 B D G H 吼。即个调号，吼，所以咱讲第三调就是讲即个意思。啊，咱讲主要是咱讲第三调的时阵，咱无的确讲是坏调还是直调，吼，这你爱家己判断，吼。讲第三调有两款哦，第三调佫有坏，啊佫有直，吼。啊，第七调吼嘛有坏嘛有直，吼，所有的调拢有坏佫有直，吼，所以遮会。调的号码吼无遐准啦吼，就是拢有两款吼，拢有两款，啊你一定爱知影两款安那发音吼，安那读安那写，较有法度了解罗马字是到底是咧写啥。好哦，咱的台语的声调有影复杂，啊毋过这嘛是台语上水的所在啦吼，所以咱爱尽量。甲即款标记吼，加看几解啦吼，就是小可了解遮的调号要安怎看吼，要安怎了解，啊看一款例句。所以后一节课咱要来看足侪例句，就是特别为着爱看遮的标记的坏调甲直调。吼，有够忝无？好，先到遮，后一节佫再会。